一二三，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问天问地谁知影？今夜月上弦，孤影孤心伴。想你的情泪千里外，山寺免一条线，一甲双头行，为何我抱着两字看破？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一首翁立友先生的新歌，这是YouTube 2024年就是今年呐甚至于应该说就是昨天呐，2月20日才首播的《命为你活》。这首歌呢是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做的词和曲，这是一首西麦啦，就是西小调的歌曲40拍子一个小节，1、2、3、4拍速度呢跟我们心跳很接近74。来，我们来赶快来学唱这首这个小滚滚热喷喷的新歌，Only You 的新歌来，命为你活000，第一小节呢第一小节就前3拍是休息，我们从第4拍来下歌。哆西啦啦，哆西啦啦，啦啦哆啦嗦嗦嗦啦嗦咪，哆西啦啦，哆西啦啦，啦啦哆啦嗦嗦嗦啦嗦咪。我有转音，在前面有 C， 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这是一首这个4拍子的歌曲。那我们的强拍在哪里？在第1拍。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所以我们第1拍跟第3拍呢才用力第一批我们的强拍在第1拍跟第3拍，不是在第4拍。所以这我的呢请不要那么用力还有呢。它有转音，要记得带进来那因为哆呢已经是蛮高的地方了那我建议大家呢，请要核心 hold 住核心 hold 住才来唱这个歌，以免怎么样？对了，以免不够高。来，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那是哆哆瑞哆西西哆西西啦，那是哆。哆瑞哆西西哆西西啦，问天问地谁知影？3、4、5、6，停，然后接下来间奏3小节，来，我们来把这一个呢，这一开始呢主歌在这边，然后在这个，那这一个呢，前面的这一句呢是这个副歌里面的一小段的缩影是副歌的第1段跟第1段的副歌的第1段呢非常的像，只有怎么样？只有这个像怎样这个像手啦像怎样不一样所以我说呢，它几乎是副歌的缩影他把副歌拿来这里像写文章一样破题我们写文章常常别漏等先下这个什么提纲挈气灵来写一个短短的句子在上面，告诉我们后面的文章要写什么这里也是一样一样的做法，所以这里呢，我们用副歌的很像副歌的这一段来破题来。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问天问地谁知影？5、6，停，接下来间奏3小节来进入主歌。哒哒咪咪瑞，哒哒咪咪瑞咪儿，哒哒咪咪瑞咪儿。今夜月上弦，月
长后短啊，而且前面的这个音呢要上坡音，上坡音怎么样？波动的波啊，凌波的波了哈。那上这个看到这个符号就表示这个咪呢，咪往上要唱什么发？对，那这个音要唱咪发咪。啦啦咪咪发咪瑞咪，啦啦咪咪发咪瑞咪，这个咪啊，这个咪发咪有附点嘛？啦啦咪咪发咪瑞咪，所以我们要唱今夜月上弦，弦有转音要带进来，今夜月上弦，瑞咪瑞瑞咪瑞哆啦，歌影歌心伴，瑞咪瑞瑞咪瑞哆啦。歌影歌心伴，哆来咪咪嗦嗦嗦啦嗦咪咪是哆来咪咪嗦嗦嗦啦嗦咪咪，想你的情泪千里外，千里以外。力呢，除了拉手之外，还又延长了一个半拍的咪，千里外，从头来。今夜月上弦，孤影孤心伴。停，哎，这里有半拍要停。孤影孤心伴，停。想你的情泪千里外，三四。好，来接下去，瑞瑞咪瑞咪瑞哆啦。姻缘一条线在此，瑞瑞咪瑞咪瑞哆啦，姻缘一条线，啦啦嗦咪瑞咪，啦啦嗦咪瑞咪，一结相头行啊。哎，这姻缘这条线呢，打了一个结，然后呢，两头就走了哈。你往东，我往西，哎，那不就没有没有这个接触点了吗？对了哈，所以呢哈，这个姻缘就没有办法结合了，对不对？然后啦啦要跳高8度，而且后面的这个拉呢，高音的这个拉呢要有转音，一个双头行，行有转音，一个双头行，那是哆哆，那哆瑞，那哆哆瑞，那是哆哆。那哆哆瑞，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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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哆哆，那哆哆瑞，为何？为何？咪嗦嗦咪嗦，哆西啦啦二三，咪嗦嗦咪嗦，哆西啦啦二三。我抱着两字看破二三，我抱着两字看破。好，安尼主歌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从头来，1、2、3、4。今夜月上弦，孤影孤心伴。想你的情泪千里外，姻缘一条线，一个双头行。为何？为何？我抱着两字看破。嘿，安尼主歌唱完了，好，来来来，我们往上一点。来，我们来一起来进入副歌。副歌呢，前面的这一段呢，外人外命一生只肯为你活，问天问地想怎样，跟最前面的这一句呢，完全歌词一样，但是旋律呢，前面这个一样而已哦，只有后面不一样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哆西啦啦，哆西啦啦，啦啦哆啦嗦嗦啦嗦嗦咪，哎，这个旋律节奏都一样哈啊，这个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啊，再接下去来，再来一次来，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瑞哆瑞，瑞咪嗦
嗦啦嗦啦嗦咪，瑞哆瑞，瑞咪嗦，嗦啦嗦啦嗦咪，问天问地谁知影？问天问地谁知影？三字，好来，那上面呢？前面这里怎么唱？明天哎，高上去的有没有啊？这个是拉西哆哆瑞哆西啊，这下面呢？对，瑞哆瑞咪嗦嗦拉嗦咪哦，所以上面那个破题的这一段呢比较高，下面这一段就比较低了。好，来，我们来从那我的人，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问天瑞哆瑞。问天问地谁知影？影有三个音。问天问地谁知影？哆西啦啦，哆西啦啦，啦啦哆啦嗦嗦啦嗦咪，哆西啦啦，哆西啦啦，啦啦哆啦嗦嗦啦嗦咪，你的人，你的命。一生为爱来拖磨，来有两个音呢，来拖磨不是来拖磨，来拖磨不对，嗦啦嗦来拖来嗦啦来拖磨不是来拖磨嗦啦嗦咪哦，所以来要两个音来。你的人，你的命，一生为爱来拖磨。瑞哆咪瑞，瑞咪嗦嗦嗦，这里嗦呢前长后短，嗦啦嗦咪，瑞哆咪瑞，瑞咪嗦嗦啦嗦咪。有体无魂会凋谢。有体无魂会凋谢，暂时瑞哆啦，心牵挂，哆来咪嗦嗦啦，嗦嗦啦啦，一字相一字相契的相里牵手下两个人啊，手牵手来写这个字。哆来咪嗦嗦嗦啦啦，一字相契牵手下，来心牵挂，瑞哆啦，哆来咪嗦嗦嗦啦啦，心牵挂，一字牵。一字相契牵手下，牵手五下啊，牵一个音，只有一个音啊，手有两个音，心牵挂，一字相契牵手下，那是哆哆哆瑞哆那西，那是哆哆哆瑞哆那西，将心多挂一人命，那是来。那是哆瑞哆啦西，将心多挂一人，人有两个音，将心多挂一人命，是哆是啦，你感觉是哆是啦，你感觉将心多挂一人命。你感觉二三四五，好，停，好，到这里呢，第一遍就唱完了。来，我们把副歌连起来。来，从这里我的人来，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问天问地谁知影？你的人，你的命，一生为爱来拖磨。有
体无分花凋谢，山寺心牵挂，一日相去牵手下，将心渡我一人命，你感觉？停停停，好，第一遍唱完了，接下来间奏三小节之后呢，反复从哪里？今夜月上弦，哎，从主歌又来，又唱到这个你甘啊，然后呢，这里呢啊，这里第二遍呢哈。这个第一遍在这里哈，那所以你甘呢，我们第二次就当然就不唱一了，对不？就唱这里，嘎二三，马上接副歌，我的爱，好，然后又唱到这里，中，那是多将心渡我一人命，你甘？第三遍的突扣打，请跳下面扣打，你感觉？二三，来后面这一句再来一次，将心渡我一人命，你感觉？停 ，FINE，所以这首歌呢要唱2遍半啊。那第一遍我们刚刚已经逐句一句一句拢加过啊，对不哈？哎，我们来唱第二遍啊，哎，我们就假设呢间奏三小节已经过了啊，我们来唱第二遍，然后记得要连第三遍哦，来1、2、3、4。今夜月上弦，孤影孤身伴，想你的情泪千里外。山寺引缘一条线儿，一家双头行，为何我抱着两字看破？我的人，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问天问地谁知影？你的人，你的命，一生为爱来拖磨，有体无分花凋谢，心牵挂。一日相去牵手下，将心渡我一人命，你感觉？哎，第二遍在这里哦，然后嘎只有3拍，然后马上要接副歌来。将心渡我一人命，你感觉？二三，我的爱，我的命，一生只肯为你活。问天问地谁知影？你的人，你的命，一生为爱来拖磨，有体无分花凋谢，心牵挂。一日相去牵手下，将心渡我一人命，你感觉？二三四，哎呦，我暂停一下，这个第三遍呢，你感要突扣打，对不对？扣打在哪里？在这里。来，我们从这里，将心渡我一人命，你感觉？二三，将心渡我一人命，你感觉？停，哎，这首歌呢，2遍半就唱完了哈。这首歌呢是2024年2月20日才首播的啊，真正是金光强强棍哈，乌鱼叉米粉啊，又热腾腾哈，这个香喷喷的，刚刚出炉的哈，翁立友先生原唱的《命为你活》。这是好棒棒的施国仁老师做的词曲啊！欢迎大家呢赶快来去 YouTube 哈，欣赏一下翁立友小先生的演唱，再回来学习这首棒棒棒的新歌哈，跟岳云老师一起来抢新，一定会更有 feel 啊！今天这首《命为你活》就给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